大家好，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咧，我哋常見拗柴嘅病人入邊咧 common 嘅後遺症。咁我哋常見嘅後遺症咧，主要有兩款啦。第一款就係咧受傷之後，佢哋踎唔到，好似個腳腕頂住、卡住咁樣。咁另一款咧就係佢哋個小腿個腳腕嗰個關節外側咧會有啲夾痛啦，佢哋踎嘅時候。咁其實呢兩樣嘅問題咧，最主要都係佢哋個小腿個舉骨關節咧喺拗柴嘅時候有機會有個移位啦，或者係受傷之後佢哋個活動幅度咧受到限制所引致嘅。咁嚟緊咧，我哋會教大家兩款運動去改善呢個問題嘅。第一個動作係 calf raise， 呢個動作對於小腿肌肉鍛鍊係相當重要，建議大家可以由自身體重慢慢再額外加重咁樣鍛鍊翻小腿。第二個動作係腳腕內反同，呢個動作喺治療腳腕受傷初期經常做嘅。做嘅時候咧，注意翻只會喐腳腕嘅關節，而唔會成隻腳咁樣扭動。大家可以每隔日咁樣去鍛鍊呢兩個動作。如果大家都有腳腕痛嘅問題，歡迎隨時 DM 我哋。